根據政府2021-22醫管局統計數字，全年聽力學門診就診人數超過10萬人，可想而知，耳健康問題係十分普遍。其中就以耳水不平衡最多人認知。而另一個研究顯示，喺香港保守估計，大約每1000人之中就有1至2個人有耳水不平衡，而且從來都冇完全根治嘅方法。耳水不平衡嘅成因係內耳嘅耳水突然增多，導致前庭嘅渾圓毛細胞壓住咗，輸出錯誤嘅渾圓信息。而過多嘅耳水亦會壓迫聽覺毛細胞，導致產生耳鳴、耳悶塞嘅感覺。耳水不平衡有黃金3個病徵：第一係出現天旋地轉嘅暈，每次會維持20分鐘至12小時；第二係耳鳴，耳仔有悶塞或者耳脹感覺，聽覺時好時壞，耳內會充滿壓力，有脹塞感。耳鳴會令患者失去行動能力，甚至跌倒，構成意外。而日常睡眠都好有可能因為耳鳴越大聲而失眠，令患者生活質素容易下降，從而感到焦慮同難受。第三係聽力短暫性受損，聽覺會減弱，初時會時好時壞，之後聽力會越嚟越差，甚至永久受損。記住，如果同時出現以上3種病徵，就好大機會患有耳水不平衡，千祈唔好忽視啊！想要改善耳水不平衡，可以由日常健康習慣着手。首先要開始低鹽飲食，高鈉食物有機會刺激耳液分泌增多，所以大家應該減少進食高鹽食品啊。第二，要減少攝取咖啡因，高濃度咖啡因會引起內耳出現水腫情況，所以平時應該減少進食高咖啡因嘅食品，例如濃茶、咖啡或朱古力等等。最後可以使用中藥調理。中醫有腎開竅於耳嘅講法，腎氣虛弱令營養唔能夠上行至頭部及耳仔，耳仔唔健康就有機會引致耳水不平衡。人體嘅氣血同營養可唔可以依經絡到達耳部，係基於腎臟嘅強弱。只要腎氣不足，就會出現耳鳴、暈眩同嘔吐嘅感覺，嚴重嘅甚至會令聽力有所下降嘅。要有效改善同調理體質，可以使用中藥材固本培元，令身體嘅腎氣得以補足，以滋陰補腎嚟補腎助耳，從根本改善情況。而當中3大滋陰補腎中藥，靈芝可以直接補腎，人參有效補益元氣，能夠增強腎氣，滋陰補腎，幫助細胞氣血運行同促進血液循環。鹿茸藥味甘，鹹，藥性溫，歸於腎肝經，有助行血補腎陽。得到足夠嘅腎氣，就可以令營養依經絡運送到頭部同耳仔，從根本改善暈眩同保持耳健康。